大家好，我係 Hero， 歡迎收聽神秘電影。今晚就繼續會同大家講下另外兩套電影嘅，分別係1980年嘅 Maniac 瘋狂殺手，同埋1981年上映嘅 Scanners 啊。講咗瘋狂殺手先啦，我就簡單介紹下個故事，跟住再分析下其他電影嘅細節啊等等啦。主角阿法蘭表面上就好似好正常咁，但係實際上佢背後就有一段非常痛苦啊同埋黑暗嘅童年嘅。細個嘅時候做妓女嘅母親就經常虐待佢啦，導致到阿法蘭心靈上就受到相當嚴重嘅創傷。即使係長大成人之後啦，呢啲所謂嘅童年陰影啊，仍然係一直咁纏繞住佢。結果唔單止令到阿法蘭精神出現問題，最後仲變成咗一個連環殺手啊！佢又唔係普通殺人咁簡單嘅，法蘭會特登揾一啲年輕啦、靚女就落手，咁殺死咗佢哋之後啦，仲會剝佢哋嘅頭皮，就攞佢哋啲頭髮黐落嗰啲櫥窗公仔嗰度啊，咁打扮到好似真人咁。另外啦，法蘭殺人用嘅武器亦都會因應情況而改變，有時會用獵槍啦，有時用刺刀。咁無論係街上邊又好，定係私人場所啊等等，咁佢都會照樣落手嘅。隨住劇情發展，法蘭當然就大開殺戒啦，去到邊殺到邊。咁一路直至到佢認識咗另一個叫做 Anna 嘅攝影師，後嚟大家仲做咗朋友。但係同時啦，法蘭嘅心理狀態啊，亦都係越嚟越差，仲開始出現咗一啲幻覺添。瘋狂殺手嘅故事本身其實就相當之簡單直接啦，但係估唔到嘅係，當年呢套電影就非常之具爭議性之餘啊，背後仲有唔少好爆嘅故事。咁就逐樣講下啦。首先講下佢嘅拍攝方式先啦。Maniac 係一套極度低預算嘅電影嚟嘅，咁真係窮到冇錢申請拍攝許可嗰隻啊，所以有唔少涉及紐約街頭嘅場景其實就偷偷地拍嘅。搞到拍緊嘅期間成日都要走鬼啦。話說當年有份參與製作嘅化妝師湯姆薩維尼喺行內都算係幾出名噶啦。咁除咗化妝之外啊，佢亦都有幫手就做道具，例如係倒嗰啲假血入個假嘅人頭入邊啦，再加一啲剩低嘅食物嚟做腦漿。咁估唔到出到嚟嘅效果都唔差，仲幾震撼嘅添。另外啦，湯姆仲親自上陣啊，就飾演其中一個被殺嘅角色。而最重要嘅係喺嗰場戲入邊就用咗真槍實彈。咁拍完之後都驚俾人拉啦，所以佢哋就即刻將嗰支槍就掉入車尾箱，跟住就開車走人啦。成個情況都幾搞鬼下嘅。咁我諗呢個做法，無論係當年嚟講又好，即使係而家都好啦，都冇咩人會咁做啊。仲有啦，選角方面亦都係計到盡，為咗慳錢啊，部分嘅受害人就揾咗成人電影嘅女演員就幫手演出，咁就唔使俾太多嘅片酬啦。而且有唔少嘅特技同埋鏡頭其實都係重用翻其他 project 嘅素材嘅。咁總之慳得幾多得幾多啦。咁又要講下主角啦。阿喬斯皮諾爾唔單止係飾演阿法蘭，同時啦，佢其實亦都係編劇同埋監製嚟嘅。咁基本上成套戲都係佢一手包辦咁滯噶啦。不過又咁講，雖然咁多嘢要兼顧啦，但係都影響唔到佢嘅演出嘅。佢將法蘭呢個角色就塑造得好立體啦，好有層次啦，唔係淨係一個殺人狂咁簡單，而係一個有心理陰影、有情緒波動嘅人。咁所以有唔少人對於佢嘅演出印象就非常之深刻啦。咁講完主角之後不如又講下個導演啊。Maniac 嘅導演就係威廉拉斯蒂格。咁其實威廉以前就拍開成人電影嘅，而今次拍 Maniac 嘅時候，有部分嘅資金正正就係當年佢拍嘅其中一套成人電影嘅利潤嚟嘅。咁所以正如先前所講啦，成個製作就因為資金唔夠啦，咁所以一開波嗰時只係一個好細嘅製作，後嚟有投資者加入啦，先至叫做就可以拍得成電影。雖然呢套戲一開始嗰時就俾人話係 slasher film，又血腥又暴力啦，
咁喺外國，尤其喺英國啊，當年仲因為太過血腥咧，而俾政府係封殺嘅，咁啊成為咗錄影帶時期被禁播嘅代表作之一啦。但係後嚟逐漸咧就吸引咗一班忠實嘅 fans 啦，而電影亦都演變成為一套咧溝片、一套邪典嘅電影。咁特別值得一提嘅係咧，有其中一場戲其實咧就參考咗一單真實涉及連環殺手嘅案件就改編而成嘅。咁講緊嘅咧就係外號 Son of Sam 山姆之子嘅大衛柏科維茲啦。當年佢專門喺夜晚咧就射殺喺停車場入邊嘅人啊。嗱，呢啲咁嘅真實事件，除咗有個話題性之外咧，或多或少亦都令到呢套電影咧就更加有壓迫感，同埋咧更加係真實咁啦。嗱，喺風格上 Maniac 就唔係淨係美式屠殺片咁簡單嘅，佢仲取材自歐洲同埋意大利嘅恐怖驚慄片，尤其係嗰啲密閉空間啊、公寓嘅場景啊、成個色調嘅設計啊等等，都好有歐陸嘅味道。某程度上，電影好成功咁咧，就將美式暴力同埋歐洲式嘅氛圍咧就融合埋一齊啦。咁令到成套戲有種相當獨特嘅氣氛。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咧，亦都同當年嘅文化背景咧就有關嘅。嗱，Maniac就喺70年代尾嗰時喺紐約嗰度進行拍攝啦。嗰陣時嘅紐約整體上嘅感覺咧，其實都唔係話咁好噶啦，犯罪率高啦。仲有唔少涉及連環殺手嘅新聞，成日咧都見報啊！咁所以搞到成個社會氣氛沉重得嚟，都比較係黑暗。亦都正因為有呢種咧所謂嘅街頭危機感啊，咁正如先前所講啦，隨時喺架車入邊咧都會俾人槍殺啦，就更加配合到 Maniac 所帶出嚟嘅嗰種孤獨、恐懼、無助嘅感覺。咁所以出到嚟咧就大受歡迎啦。嗱，當年35萬美金嘅預算，結果票房咧就勁收超過450萬美金咁多嘅，咁認真唔係講笑啦。嗱，1986年嘅時候咧，咁相關嘅班底曾經就拍咗一套推廣用嘅概念影片《Maniac 2 Mr. Robbie》。去到2012年啦，電影公司直頭就推出咗咧《瘋狂殺手》嘅重拍版啊。咁至於主角阿法蘭就由魔界主角哈比人阿 Frodo 嘅 Elijah Wood 咧就飾演嘅。嗱，咁提到重拍版啦，重拍版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用咗大量第一身嘅視覺嚟拍攝嘅。咁即係話觀眾睇緊嘅時候，好多時咧都係用阿法蘭對眼咧去睇個世界。你會見到佢點樣望住人，點樣行街啦，甚至點樣犯案啦。嗱，呢種拍法唔單止令到觀眾咧好有代入感啦，有陣時仲會令人覺得咧都幾不安嘅，因為唔係純粹睇一個殺人犯，而係好似咧親身參與晒成個殺人行動咁，咁成件事亦都即刻咧就變到好貼身啦。嗱，咁又講下佢同1980年原版有啲咩唔同啦。雖然兩套戲都係講一個咧孤獨、精神有問題嘅殺人狂。但係新版就將背景咧搬咗去洛杉磯，咁令到成件事咧更加貼近現代都市嘅生活啦。而且正如先前所講啦，嗱，新版咧就用咗第一身嘅鏡頭，比起原版用第三身去睇佢點殺人，新版咧就直接俾你變成嗰個殺人狂，而成個敘事嘅重心咧主要都放咗喺法蘭嘅心理層面啦，而唔係淨係講佢殺咗幾多人嘅。嗱，重拍版出到嚟嘅效果，嗰個反應又點呢？Maniac 喺2012年5月咁啊影展首映啦，之後喺2013年3月就正式喺美國上映，但係反應咧就好兩極喎。有啲人就好欣賞佢大膽用第一身嘅視覺啦，覺得係好創新、好震撼。咁仲讚阿 Elijah Wood 咧就演得好有層次啊，完全打破咗佢以往喺魔界入邊嗰種純真嘅形象。咁但係亦都有唔少人呢，就批評呢套戲太暴力啦，尤其係觀眾用兇手嘅視覺去睇謀殺嘅場面呢，就會令人覺得好唔舒服啊，甚至引發咗一啲呢涉及道德倫理嘅爭議。咁譬如話，究竟製作人係咪應該用咁貼身嘅方式去呈現暴力呢？咁姑勿論點都好啦，嗱，中意 slasher film 嘅朋友呢，就可以睇下呢套 Maniac 瘋狂殺手啦。
嗱，跟住要講嘅電影呢，就回歸科幻片啦，講緊嘅呢，就係1981年上映嘅 Scanners 啊。咁照字面意思呢，就掃描者啦，但係坊間亦都有另一個名就叫做奪命兇眼嘅。咁又講咗個故事先啦。主角就叫做維爾，本身係一個流浪漢，咁腦入邊呢，成日都聽到啲聲，咁其實佢就唔知道自己呢係有所謂嘅心靈感應能力。有一次佢無意中呢，就令到一個女人就突然抽筋添。事後維爾就俾人捉咗去見保羅魯斯博士。咁根據博士所講，原來維爾呢就屬於係 scanner 掃描者，而全世界就淨係得237個 scanner。佢哋有心靈感應啦、控制物件，甚至乎讀心嘅能力啊等等嘅。另一方面啊，有另一個 scanner 呢，就叫做雷沃克。嗱，雷沃克以前原本呢係精神病人嚟嘅，因為聽到太多腦入邊嘅聲音啦而發狂啦。咁自從佢知道咗有關於 scanner 嘅事之後呢，佢就開始拉攏身邊嘅人就搞革命啦。咁目的好簡單，就係想統治世界啦。咁為咗阻止佢咁做，博士呢就叫阿主角就滲入佢個組織，但係好唔好彩啦，期間主角又遇到內鬼，咁啊通風報信啦，就話咗俾阿雷沃克知。隨住劇情發展，維爾就唔單止認識到女主角阿 Kim 同佢一齊係對抗阿雷沃克，後嚟仲發現呢，原來雷沃克一直呢都有透過某啲藥廠就派藥俾嗰啲孕婦啊，目的就想令到下一代都變成掃描者。好啦，咁啊如是者搞完一大輪之後啦，維爾同阿 Kim 呢就俾人捉咗去藥廠啦，而大反派雷沃克就爆咗一個呢驚人真相出嚟。嗱，結局都比較特別嘅，咁所以就唔劇透啦。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睇下啦。嗱，Scanners 呢套戲就唔單止係一套咧科幻嘅恐怖片，仲探討咗企業、政府、人體同埋心靈之間呢幾方面嘅複雜嘅關係嘅。嗱，首先 Scanners 講嘅咧就唔係普通嘅超能力英雄故事啦，而係一個關於心靈被操控、私隱被侵犯嘅黑暗故事。故事入邊有間私人嘅保安公司，咁佢哋咧就唔係保護人嘅，而係研究點樣將一班有心靈力量嘅人，即係掃描者啦，就變成武器用嚟賺錢、控制人，甚至乎咧操控成個社會。而掃描者本身亦都唔係啲乜嘢超級英雄，佢哋係一班咧被社會排斥、被能力折磨嘅人啊！佢哋唔係想要權力，而係想要平靜，但係偏偏佢哋嘅能力咧，就成為咗企業同埋政府眼中嘅所謂資源，變成咗一種咧可以監視、可以控制、可以剝削嘅工具。嗱，咁涉及呢個設定，其實就算係今時今日都好啦，都唔會話過時嘅，亦都係對現代社會入邊啊監控文化、私隱喪失嘅一種反思嚟啦。Scanner 嘅導演亦都係前幾集曾經提過嘅大衛哥倫堡，咁有聽嘅朋友都知噶啦。佢一向咧都中意拍一啲關於身體變化、心靈崩潰嘅電影嘅。咁今次透過 Scanners， 佢亦都帶出咗一個疑問：到底大家對於身邊嘅醫療系統、科技，甚至乎藥物啊等等，有幾信任嘅呢？咁嗱，Scanners 入邊呢有一種虛構嘅藥物，譯做中文嘅話就叫做短命醇，其實就係影射緊現實中嘅沙利度胺事件。咁話說當年有一隻藥咧就叫做沙利度胺。沙利度胺係1950年代中期就開始係推出市場啦。咁原本咧就用嚟幫人鎮靜、止嘔啊咁嘅，而喺短短幾年之內喺全球就大受歡迎，大家咧都以為佢係一隻神藥，特別係對孕婦嚟講，止神套咧就真係好有效。但係去到1961年嘅時候，有臨床醫生同埋研究人員咧就開始發現，原來喺懷孕期間啊，食咗沙利度胺嘅母親咧，佢哋嘅嬰兒都出現咗唔少涉及肢體畸形啊，甚至乎器官缺陷等等嘅問題啊。咁總之就搞到好大鑊啦。事後有唔少國家亦都即刻將呢隻藥咧就下架，就唔再賣啦。嗱，根據資料所講，估計當時受影響嘅懷孕個案都有成超過1萬宗咁多嘅，咁當中有唔少嬰兒喺出世前後咧就死亡。
而叫做出到世嗰啲呢，正如先前所講啦，多數亦都有肢體方面嘅問題啊。嗱，喺歐洲，特別係德國，當其時呢就有一位兒科嘅醫生，就叫做維杜金德倫茲，佢係其中一個呢最早發現問題嘅人。佢唔單止係臨床見到呢個問題啦，仲用流行病嘅方法呢就去收集數據，證明咗沙利度胺同先天畸形兩者之間呢係有直接嘅關係。咁除咗維杜金德之外啦，仲有唔少嘅醫療從業者啦、維權嘅人士啦、監管機構咁一齊去做，就揭發咗呢母親食藥同嬰兒出現異常之間嘅模式。佢哋嘅努力唔單止係為咗揾出個真相，仲係為咗呢防止同類型嘅事件就再次發生嘅。嗱，咁其實沙利度胺事件亦都揭示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原來當年嘅所謂藥物檢測程序，實際上呢就存在住唔少嘅漏洞，尤其係對於孕婦用藥，喺冇足夠測試嘅情況之下，有關方面基於利益嘅關係啦，就已經將呢隻藥呢就推出咗市場啦。咁經過今次嘅事件之後呢，全球都開始重新檢討藥物安全制度啦。咁為免同類型嘅事件再次發生，唔少國家都加強咗藥物審批嘅程序，建立咗呢更加嚴格嘅藥物測試系統。嗱，電影透過呢件事呢，就作為掃描者出現嘅原因，暗示企業咁為咗利益唔理後果啦，亂咁推啲藥出街，結果呢，就係一班天生有異能嘅人，但係同時呢，都承受住痛苦。呢種設定唔只係恐怖嘅，仲係對現代醫療制度嘅一種控訴嚟嘅。綜合嚟講，Scanners 呢就唔算係一部節奏明快嘅動作片，佢反而比較着重於呢場景設計啊、成套戲嘅色調啊、對白啊等等，嚟營造嗰種壓迫感，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呢，可能會覺得成個世界都好唔自然啦，好唔舒服啦。嗱，導演就係想透過呢種風格呢，去帶出一個重點啦。心靈暴力就唔一定係超自然，而係可以咧好制度化、好官僚化嘅，即係話唔係有個怪物嚟襲擊你，而係有一套制度逐漸咁咧就侵蝕你嘅思想同埋自由。咁至於呢種恐怖就唔係話一時三刻啦，就屬於係長期滲透嗰隻嘅。嗱，咁又係嗰句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係咁多，拜拜。